好嗱，去咗紅本住啦。呢度咧就係住嘅嗰間酒店嘅介紹啦，都應該叫民宿啊嚇。嗱，入門口咧就有廁所，咁當然啦，例牌菜梗係有一個浴缸啦，唔大唔細咁啦。嗱，入邊先內有乾坤啊！嗱，大家研究下。先喺下邊個廳先，嗱呢個係個廳啦，個廳咁咧有個開放式廚房、電磁爐、雪櫃，因應俱全啊。咁啊有儲物空間，咁啊呢個咧就擺放嗰啲咧啲被鋪啊咁嘅，咁好似大紅叮當咁樣。好啦，再跑翻去2樓先，冇錯，有間睡房喺2樓嘅喎。點樣上去嘅咧？好，行樓梯上先，有個廁所啊。講睇個廁所，上2樓。嗱，2樓呢度咧就係睡房啦。望翻個廳，有個衣帽間。然後咧上嚟呢邊咧有另外個頭，可以喺度瞓覺嘅喎，瞓榻榻米。咁咧又望翻落去下邊個廳，有趣。唯一就可能有少少唔方便就係，如果你夜晚要去廁所咧，有隻行翻落樓下啦，咁就冇咁方便啦。咁啊，呢個世界係咁噶啦。好，煮飯食。